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30，诗篇86篇60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压耳孔，听我的祈祷。压落听我恳求的声，三角来祈祷。压落听阮恳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。你对阮发出大的慈爱，救阮的性命免落伫极深的阴间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路，是阮的生命的引带甲倚靠。求你就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互阮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也要专心来敬畏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伫患难的中间，找找通倚靠的帮站；阮伫忧伤的中间，找找通得到的安慰；阮伫病痛的中间，找找通得到的医治。主啊，伫阮一切的苦境中，求你压耳孔，听阮的祈祷，压落听阮恳求的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伫咱一切苦境中听咱祈祷的主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